来害，你就是真厉害。打着面皮裤，身躯消散可怜哉。已经洗扫我人来，心头欢喜无人知。只为身边人种种。因无照我伤的心，随着过日迷茫来。人相亲爱，若无说出恁知，阮着当头白忍来出力，甲恁外人无期待，恁偏爱讲人歹话，互阮惊心。敢来，又注意我爱爱，你就是真厉害。高雄大
着阮，怎会这温存？害阮心头抓袂定，规日乱纷纷，饭也难，食得难存，困也袂安稳，怎会只有想袂出？甘是为思君，飞来飞去，土也昏，梦是无准时，彼个两心错意恋，哪听梦议论，规花灯摇伫公园，时间拢无准，像是树啊拢自在，等到日黄昏，飞来飞去，土也昏，梦是无准时，你连两心错意恋，哪听梦议论？黄昏灯斗一寸，将无看见阮，风鸣路两经苦，眼前难起困，风鸣路两艰苦论，现实来起困。情义讲，花着阮，怎会这温存？害阮心头抓袂定，规日乱纷纷，饭也难，食得难吞。困也袂安稳，怎会
学长，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这首歌怎么写出来的啊？学长很快就写出来了。看到这词，心内有旋律啊，那样。对，真的啊，真的啊。今天刚好有点气喘，不太能讲哦，我稍微讲一下。我要讲国语了哈。看到这首词的时候哈，真的心中就有旋律了。我用40分钟的时间，旋律就写好了。哇！而且是没有用乐器，只有用想的哦，想的我就谱写好了。然后，但是后来再用大概2天的时间，再把它稍微再修，再补上和弦，再补上那个整个再把它完成了，大概是2天了。但是看到词的时候，真的40分钟，我自己有在计时，40分钟从头到尾。后来有修了2句，两个音啊，2个音好像也是后来唱了之后也是王娟这边他们有建议修了2个音那其他就是照原本的。我就觉得说这个词写得太好了，一写出来马上心有灵犀，有那个感应到真的我写歌也不会说40分钟能够写一首歌，都是要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现在讲话不会渴，不错，多讲一点，公修就多看点了。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词就是也是配合当时的那种状况那就是有感应到，所以而且那个台语那个瓜那个会靠的有一个那个都会一个那种语气它就刚好可以就是很就顺很顺的就把它写出来所以我有跟他们分享，就是很快啦那个我是归功于是词的作者啦，写得太好了所以能够马上感应到谢谢。要讲学长1988你是宝贝，1988你是宝贝。1988 32里35里人生上水，人生上这3万天，做伙读册就有3担，人生中的人有几个？温暖亲恩一世人，有咱你的愿望。春夜30里，开始有日记，一千个金星星的日子。咱真是陪伴的时，带咱飞向家己的GPS。1988，你是宝贝，每一个你拢上珍贵。上耀眼的风采，分享30年来生命中的故事多精彩。这里等来，我想要对你的梦就来，看着你的精彩的青春年代。
贵。静静徛踮大树骹，秋风吹树影，飘落归途是自然，青春袂枉然。抬头看云倒位去，流浪无了时。春去秋来四季天，人生好景变。静静徛踮大树骹，秋风吹树影，飘落归途是自然，青春袂枉然。抬头看云倒位去，秋浪无了时。春去秋来四季天，人生好景变。人生嘛有春夏秋冬，万项代志若是看会开、想会开，世界拢是好景变。静静徛踮大树骹，秋风吹树影，飘落归途是自然，青春袂枉然。抬头看云倒位去，流浪无了时。春去秋来四季天，人生好景变。春夏秋冬，咱拢会当过甲真精彩。春天有春天的水，热天虽然热，也毋过有伊的热情。秋天互人感觉到真凉爽啊，对无？寒天虽然寒，也毋过嘛有人特别爱寒天嘛，免吹冷气啊，对无？我说今日清唱一下，因为第一摆伫咧遮听着吼。白云茫那色的天自由的意义，落叶问带流的水流浪啥滋味？蝴蝶问艳丽的玫瑰，青春我较贵。若是我要问你心内敢有位，通藏阮的心？薰衣草会放开，幽怨飘伫边边，温柔的手心，敢也留有记忆。多情的眼神，点啊手装珠泪，青春早晚，雨水我的嘴流去。流浪的滋味，是无尽的意味，自由的心，敢是存在的意义。青山问遍我的输一归无上的道理，流浪者问永远
远不回头的时间，为什么对袂着你？好听吗？学长有掌声的哈，所以会帮我把谱写出来哈。